来，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有可能伫8月初4来访问台湾。这个消息是引爆着美国、中国甲台湾敏感的心境。蔡总统保持低调，行政院长苏贞昌讲，热烈欢迎，尊重贵宾规划行程。总统佩洛西有来台，有接到消息吗？面对记者咧问总统蔡英文，干那微笑点头，无加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团坐美国空军的专机，伫今日透早到新加坡，开始以亚洲访问。不过，敢会来台湾访问，行政院长苏贞昌只表示讲，尊重外宾行程的安排。我们对于外国的贵宾朋友来我国访问，都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于外宾的来访，我们都会做最妥善的安排，而相关的时间、期程等等，也当然都尊重访宾的规划。依照外国媒体报道，佩洛西有可能伫结束菲律宾行程了后，伫初4到台湾来。经过风声讲，中共飞机的升空做火杯，转到入呢无啥可能。但是是否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作为，伴飞或是比较压迫性的一些军事的举措，直接影响到佩洛西行政专机的安危？那我想这样的几率还是会比较低因为佩洛西今日来台湾牵动美中台政治嘛，引起咱台湾人的关心。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刘树杰今日面切讲，只要佩洛西若来台湾，就要伫服务处发放100份的鸡排。美国国会议长要去哪一个国家出访不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可以说三道四的。吃鸡排是我们台湾一个蛮重要的小吃嘛，那其实也是借由这个机会来振兴一下我们士林的地方经济。美国重量级的人物可能访问台湾，政府除了迎接以外，面对中国的威胁，更加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